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在国内今仔日又过增加2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对名加拉染病康复的翁仔某，回来台湾又过验出病毒哦。泰国准备解除封锁进行观光，拍算要甲疫情稳定国家签署协议，有风声台湾防列入头一批名单内。高雄啊，防看做有机会去流浪的所在，还有伊表示，根据当地地质，就要详细评估。国内在今仔日新增加2位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对伫明加拉食头路的翁仔某，因本地伫咧明加拉的时阵就染病就医啊，落尾拢出院。等来到台湾的过程当中，要通知相关人员。不过入到集中检疫所隔离了后，又搁验出病毒，但是继续住院治疗。就伫咧13天无人确诊了后，15个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50外岁男性第444例，甲40外岁女性第445例，2个人是翁仔某，分别伫咧1月底到3月初去孟加拉做工课，其中第444例伫咧孟加拉做工课期间，捌伫咧5月23出现发烧、咳嗽、脑后痛、皮无芳臭等等的症状。第445例是伫咧5月25出现发烧，2个人拢伫咧孟加拉当地确诊了后住院来治疗。目前孟加拉总共有87520个人确诊，1171个人死亡。他的先生是有符合啦，就是至少有2次的阴性。那太太她是有1次的阴性，但是后续就是因为医院的这个病例太多，所以他就被迫离院。指挥中心表示，2个人伫咧孟加拉当地住院治疗了后，第444例伫咧5月26就无症状，5月28甲6月初2采检拢是阴性，第445例是伫咧6月初2采检阴性，2个人出院登去治疗拢无搁出国。6月13坐飞轮机登来台湾入境的时阵嘛无症状，毋过2个人主动通知讲伫咧孟加拉捌确诊，所以由机场采检了后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想袂到15个确诊，目前当地住院隔离当中。有做适当防护啦。而且他从发病到这个回来也超过了10天，我们会认为说，应该是说他传染给其他人的风险是已经大幅降低了。其实指挥中心捌宣布，伫咧国外确诊的人，若是要回来台湾，必须符合发病日子到坐飞轮机进前上无2个月，而且症状已经消失，或者是摕到2届然后采检阴性才会使。毋过指挥中心嘛表示，第445例虽然无符合入境的标准，毋过2个人伫飞轮机面顶专程有穿防护衫，而且入境时阵嘛老实通知讲捌感染大疫，所以暂时袂甲因处罚。若是飞轮机面顶11个机组员是列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前后226个乘客是维持居家检疫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中国疫情。武汉肺炎疫情伫北京10时又该增加36个确诊病例。新发地市场以及着玉泉东市场边仔社区拢实行封闭式管理，对9万个居民进行核酸检测，而且疫情有拖开趋势。伫河北也出现3个相关病例。北京的疫情继续伫咧滚价，6月10时佫新增加36个本土病例。北京政府是展开扩大检测，10时替76499个人做病毒核酸的检测，结果有59个人是阳性的反应。北京政府虽宣布进入战争的状态，全市社区防控工作迅速进入战时状态，7120个社区村，近10万名社区村工作者立即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场。除了去防怀疑是感染起源地新发地批发市场紧急休市，也若伫咧海地区的玉泉东市场，嘛有出现相关的病例，目前已经暂时关起来。2个市场4箍里仔的社区，嘛拢实施相关24点钟封闭式的管理，而且做环境的消毒。也若密切接触的人员都要集中隔离，其他的市场嘛袂当待议。已完成流调的34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主要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排查产品的这个源头。北京防疫破功，官方是随甲失职的人员是头路。丰台区副区长周雨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林，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实4方责任不到位。疫情也佫出现下省的传播。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河北10时嘛出现3个本土的病例，拢甲北京的病例有接触，而且山东聊城、珠浦市、甲河北迁安等等10外个地区拢有发出警告，要求当地的民众唔通去北京。因若北京这波疫情的源头，专家认为讲有2种的可能性。
不应该呢是北京当地这个自然发生的。那么这种的输入呢有2种可能，一种呢是污染的物品带到了北京，还有呢就是这个感染的人进入北京造成的传播扩散。虽然专家对北京疫情发展是真乐观，不过伫咧对新冠病毒的变异，还有传播的规律，还未完全掌握进前，北京政府是唔敢大意，嘛宣布讲暂停开放文化娱乐等等室内活动场所，谨慎来面对，希望中国的首都袂沦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泰国因的疫情是渐渐地稳定啊，泰国政府15日也宣布讲全国要解除宵禁。另外，为着要进行观光产业，泰国也打算要甲疫情稳定国家签署协议。也因为台湾的疫情控制受到国际认同，也风声讲台湾伫头一批会签署名单内。泰国疫情转好，已经连续18天无出现本土个案。泰国政府15正式解除全国宵禁，120人以下学校、展览厅还有游览场全部重新启动。而且为着要提升观光产业，泰国建议甲疫情稳定的国家来签协议，设旅游安全款，有条件开放2国人民入境观光，唔免起用隔24天。若是台湾的防疫有功劳，传出会起用立即起头一波的名单。根据我们驻泰国代表处洽系泰国当局来了解，知道说这个泰方呢，其实他并没有排除将台湾列在优先的名单当中，只是他们要先必须确认边境管制等一些配套的措施之后呢，他们才要送交到内阁会议来进行讨论。外交部表示，泰国要甲台湾排除，啊，毋过爱先确认边境管制相关配套措施，才会当送内阁会议讨论。除了安尼以外，欧洲真侪国家疫情稳定，上少有14国小连续放连观光限制，像讲英国、西班牙、希腊、冰岛、土耳其拢开放台湾旅客入境。啊，毋过英国规定爱隔24天，冰岛要求强制检疫，土耳其是无条件开放。看伫学者的眼内，若是台湾无解除边境的管制，要请台湾人出国旅游是真困难。因为台湾的边境没有开，所以这一点不解决，全世界对台湾开放都没有用。我们尽管如果说照卫福部的规划，要到10月以后的话，那势必我们这样子的防疫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商业经济的发展？李基业强调讲，后疫情时代，台湾甲其他国家若是要签观光协议，必须要徛伫咧平等互惠的原则。啊，若是台湾人即马转来台湾，也是需要隔24天。短期以来，旅游的困境也是会继续。啊，若是日本东京11宣布解除东京警报，进入第3阶段的开放。日本全境嘛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啊，毋过头一波入境的名单也是无看到台湾的名。日本优先考虑的解禁对象会以商务人士甲学者为主。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大学指考会在7月初3到初5举行。大考中心在今公布指考的防疫措施，包括试场实行单入口，考生拢爱挂喙安防体温，而且家长袂当陪考。每一间试场的人数降到36人，试场就爱开冷气，毋过爱关门。在这个车对角的窗仔门也是爱拍开的。今年大学指考受到疫情的影响，会到7月初3到初5来举行。大考中心公布防疫措施，考场会管制出入的动线，用高一个入口入场。大考中心嘛印个人专用的入场识别证，拢总有5个色水。考生若要入去，就要检查识别证。这届109年的指考嘛会比较会考，由教育部提供喙安予考生，一天一地。若是条件袂挂，就袂当入去考试。入去试场了后，除了查验身份的时阵，会当暂时把喙安揪落来，剩的时间拢要全程挂好。劝了好几次还是不戴口罩，我们就会送考试委员会。那最终基本上该节的科目会0分。这届试场的人数为42个人降做36个人，甲会考无同款的是，试场开冷气，毋过无要开门，而且会开室内2个对角的窗仔门，至少开15公分，保持通风。若是考生因为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无法度参加，补考会伫7月20到22来举办，而且会用另外的名额来录取。有一些是牵涉到政府的人力管控的哈，医学系、中医系、牙医系以及公费的师资不纳入的哈。今年的指考比较各种教育会考，无要开放家长甲亲戚朋友来陪考，考生要是会当去外口食饭，要若是留伫咧教室食饭的，就要用假帮。假帮会由工读生来发放。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医疗材料爱民众负担差价上限的争议，引起医界反弹。卫福部长陈时中宣布讲，政策要暂停施行。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表示讲，是卫福部思考无够周至所引起的误会。医疗名也批评讲，健保署所推动的政策，这个过程太过啰嗦。健保署顶一日公告8大类的健保医材，定出自付差价上紧绷的费用，引起医界反弹。总统蔡英文顶礼拜伫咧人面册铺文，请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各界的意见来做研究。陈时中13宣布政策暂时冻点，15早起苏贞昌出席活动，强调讲政策推出进前爱充分的沟通，才袂有误会。原是一个利益良好，希望减少民众负担的美意。一个政策推出，应该要让整个团队知道，并且也要准备好相关，比如 QA、懒人包等等，这样才一个政策不会出于误会或者是思虑不够周到。苏贞昌表示，请陈时中阁含医界做充分的讨论，等想到更较好的政策才阁推出。医界的团体医疗名是批评讲，健保署硬要推这个政策，开会过程是真啰嗦。部分参与开会的医师，进前并唔知影参与医材分类的会议，目的是要设定健保医材自费进步的费用。嘛批评讲，健保署公告政策的过程是咧甲医界做乌。我想医界非常不满意的是，健保署在发布这个新闻的时候，他们的用词把人民当成冤大头，他们要先报给当地的卫生局去审核，所以医界觉得说我都完全符合法律，符合规定了。卫福部伫咧今年6月份推出自费医疗比价网，强调健保医材的资讯公开。不过时代力量是批评讲，网络的使用率增加，而且爱输入医材供英文名称，也佫有品行的号码，而且使用的界面无方便，甚至无收费日期会当比较。呼吁卫福部爱比较喙暗的网站会当开放网站的 API。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钓鱼台的主权争议，在今仔日国民党团又个批评蔡英文总统无具体的抗议作为。总统府是回应讲，钓鱼台历史是咱的领土，会采用共同开发关键有效的方式来甲钓鱼台保条例。外交部也说明讲，日本的召唤市长有甲台湾解说，讲因改名是为着要反制中国。钓鱼台主权问题继续伫咧滚价，日本石垣市日会对钓鱼台进行原名表决。顶礼拜宜兰县议会抢先通过改名做头城钓鱼台。15国民党召开记者会，批评总统蔡英文无采取具体方案保钓鱼台的抗议，呼吁蔡英文赶紧召开国际记者会来宣示主权，而且召回主席代表贾中定，请蔡英文总统与各政党领袖与宜兰渔民出海，共同登上钓鱼台，宣示主权。邱马安嘛呼吁陈其迈实现2011年做立委的主张举办钓鱼台比赛，请陈其迈副院长尽速举办钓鱼台钓鱼大赛，我会第一个报名，但是我呛你不敢。陈其迈对这个代志回应讲，保卫主权的决心无任何改变，爱透过外交协商采取实质的作为。宜兰县副县长林建言甲所有议会代表冇出席记者会，强调讲无主权就无渔权。所有议会理事长蔡元良指出，台日双边要伫咧2013年签订台日渔业协议，成立台日渔业委员会，逐年召开会议，采取主权放一边，资源共同分享的方针。真侪年以来拢平安无代志。你这个海域。不管你是你日本船也好，我台湾船也好，大家拢共同在这个渔场伫作业。咱今仔日绝对爱反对，咱的权益也失去的时阵，这个渔场就丧失，绝对会破坏掉咱双方的友谊啦。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用和平的方式来决定东海地区的争议，采取有效的方式来维护。总统府搁一届强调讲，钓鱼台是台湾的领土。外交部是说明，台湾驻那霸办事处两届敲电话关心，改名风波可能影响台日的关系。石垣市长中山义良回应讲，改名原因是对中国最近直接出入钓鱼台海域所做出来反制，嘛强调讲，逐年透过台日渔业委员会来协议海上作业，今年拄好拄到疫情停办，会照旧年协商的规则继续来做。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高雄市长补选的问题，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在今日表态讲，要甲国民党合作的困难度是真悬，无排除伫下尾时阵才宣布讲家己敢有要落去选。另外，国民党的部分是希望一个拜五会当有人选出来。民进党内声望上界悬的，也就是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伊本人表示讲，若做出决定，就会展现决心。高雄市长补选将伫6月29日受理候选人登记，高雄党要派送来选，也正咧积极进行。有期将代表民进党投入补选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这礼拜3渴望由党征调并且请示会长。伊表示，若讲做任何决定，都会专心全力展现决心。我一定是专心全力的来展现我的决心，把我要做的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把它做好啊。至于国民党要提什么人选，这个要尊重国民党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嘛。美国民进党人选较确定，国民党甲民众党是也无确定人选。民众党部分区立委蔡碧如上电台专访讲，虽然希望南北会当共推竞选，也毋过也知影难度真悬。第3号军已经入籍高雄，伊讲最后一刻会去做决定。那我们是不是来共推一个？当地大家都可以支持，他推一个无党籍，让大家都可以支持。你跟柯市长谈过了吗？哎，你跟你算一算呢，最后主席讲说，这个伤脑筋，算了啦，你去选好了。好，最后一刻再来决定好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林慧珠强调，无可能放弃补选，无将竞选拢咧密集定选。传出党内部分区立委5月顶可能参选，却已经开始被网军攻击。林慧珠也到三港讲话，攻击是难免的啦，不要说候选人啦。吴怡丁都还不是候选人就开始攻击，好像很怕吴怡丁选的样子所以这样我们要考虑一下，吴怡丁可能是不错的人选我觉得，因为民进党好像蛮怕吴怡丁去选的。林慧珠表示，因为被压缩补选时停，希望伫17、拜3中常会通过提名办法了后，19前两早提出人选，希望高雄市民给予国民党一摆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的代理市长尤明洲上任了后，就宣布恢复透早8点开会。不过外界就伫咧批评讲，代理局处首长的名单拢是单局派系人。尤明洲表示讲，这寡人拢是伊去亲身拜托来的，外界唔通安尼分。不过那也议员认为讲，人事名单早就安排好势，是要替陈其迈补选市长做铺路。请大家多指教。早起8点，经发局、卫生局、新闻局等等的代理局长，拢已经伫咧会议室，要甲市长和副市长开早会。判定确诊，成为高雄第5例的汉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透过民意报告掌握上新的动态，恢复逐工早起8点开会，是代理市长尤明洲就任了的第一件代志。据媒体问到过，外界认为新发布的代理局处首长有单局派系影，尤明洲是讲全部拢是文官。28个代理的局处长全部都是文官，没有所谓的韩市长的人马，没有所谓的陈局市长的人马。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陈丽娜立基副市长，王世峰上官敢若做过副局长，谁能会当担任副市长的职务？民政局代理局长捌牵涉官司，谁怎会当推销伊做代理局长？批评讲，这个安排根本是伫替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的选举来铺路。这段时间应该是看守内阁，就是把这个市政做延续，然后让高雄继续前进，让下一任的市长来做裁决就好了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似乎不是所谓的看守内阁，我觉得更像的是一个选举团队。这个是为了人事的一个安定以及市政工作的衔接我觉得不需要去做这种政治联想。高雄市府新的人事就任才2个月，所叫外界摕汉镜来检查，因为重点就伫咧未来市长补选，两边的人拢想要拼着先机，就惊讲叫对方先逃走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屏东新园的盐埔渔港，在今下晡4点外发生火烧船的意外，停伫渔港内面的渔船熊熊是大火烧，而且一烧就是烧几片啊。盐埔渔港的船熊熊大火烧，消防局接到报案，随出动16台拍火车去抢救，海巡署也支援3只喷水船做伙来拍火。消防局表示，可能有4只渔船甲6只的塑胶牌受到损害，到当时无听到有人伤亡情形。
讲到大甲镇南宫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总是自家伫新港奉天宫，在今日透早亦伫咧大殿举办祝寿典礼，在今日暗时10点左右也准备要回家咯。伫大甲镇南宫甲新港奉天宫两个董事长的带领之下，奉天宫内外信众向妈祖祝寿，啊，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祝寿大典的仪式，改用团拜方式。庙内，我大家戴口罩，啊，控制人数，控制较少人，就来这祝寿大典。差真济，嘿啦。生理是算讲花啊，是比像安尼进前的大甲妈来安尼有影是差真济啦。因为西景的队伍前一暗伫新港过暝，所以奉天宫附近的学校嘛变做信众休困的所在，所以附近学校配合调课，拜一是休困一天。就是有香客来煮，然后我们就休息。就休息了。那什么时候补课啊？上礼拜六。上礼拜六就补。我们提供了新港国中、新港国小和文昌国小，这个不是只有今年，是历年来都是在这3所学校哈，整个他们所住的地的教室或者是这个停留的地方呢，我们全部都做一个消毒。徛伫咧防疫的角度，早起的祝寿大典，庙方嘛要求庙里的人拢爱挂嘴罨。附近的店头表示，这2天的天气真正足热的，有一寡人可能无法度一直挂条条。因为现在疫情已经在国内已经算很好了，所以大家比较没有那么重视。对，然后因为天气也很热，对，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想要也带不住了。奉天宫表示，1988年大甲妈头一届设建到嘉义县的新港乡。祝寿大典嘛是伫咧奉天宫内底办的，想要到33年了的今仔日，因为疫情的影响，互迄当阵祭典的状况会当搁一届来重新展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通过空中流浪系统营运管理办法，到分啊，互看做未来上有机会去流浪的所在。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今表示讲，因为当地地质的关系，就要详细评估，希望会当顾全着生态环境甲经济。这是新北市最南东本山绿溪口，徛伫红砖墙来看大海，是社群媒体登开热点。这原本是以早运控台车的车站，嘛是过去互评估要去流浪接高分的起点，因为过去的轨道拢抑搁伫咧。若是以这个旧路线来去地面流浪，可行性是上悬的。它是一个起点，然后跟金瓜石做串联。当然，它整体的话是说。第2期包含金瓜石到9份，包含到第3期的计划是9份到瑞芳，以及9份到海滨的这一个部分，包含像这种文化深度的一个遗址的串联，其实是会非常好的。当地里长表示，伫咧98年还未升级绿道的台北县时期，县府就捌提报过水金球地区国际观光魅力据点发展整合计划，这是当地流浪计划头一届去用正式讲起来，主要是以最南东到经过石地区的地面流浪优先来起，经过石到高分啊，佫无确定是以地面还是空中流浪的形式。啊，毋过伫咧高分啊做生理10外档的老店头讲，休困日都真塞车，在地拢真期待流浪会当解决交通问题。我是觉得啦，假如可以的话，第一疏解交通。第2观光应该都不错。如果有缆车，会让你想要再跑金瓜石那边，就是再多玩一个点。缆车可能会比较想去吧，顺便搭缆车这样。今是要启动这条互当地合作水金球流浪的评估案，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伫台北县时期，这案件捌去互发包出去，啊，毋过说因为当地是矿区，去用质疑可能有重金属的污染，影响健康等等的问题，路尾无开发，若是要重新启动评估，市政府必须要搁较谨慎。因为附近的重金属污染的缘故，常常很多的环保团体有不一样的声音跟意见，所以在兴建缆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谨慎的面对。市政府强调讲，针对当地流浪计划目前还无完整的规划，若是地方真正有需求，会来评估可行性，一定要兼顾到经济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2012年，立法院三读通过社会特殊维护法修正案，授权予地方政府家己去规划性交易专区。不过到打无一个县市定相关的规定。伫彰化县就有15名的议员联署提案，请彰化县政府拟定性专区驻地条例。县政府表示讲，目前已经登咧研究啊，不过要甲这个专区设伫倒位，拢有一定的困难。
中华县议会会使讲是走伫咧全国上头前。国民党县议员陈仲嘉、甲民进党县议员曾星汉做伙提案，请县政府拟定性专区的驻地条例，得到13个议员的联署。条例通过之后，他可能就是县府，如果他觉得他自己要去办，像我们公办都更一样，他可以去找一个自己自行规划一个区域来设置。条例列出来，由民众他们自行选择，就是说符合恰当的地方，然后跟政府提出来。议员指出，提案要求县府具体拟定驻地条例，目的是要分清楚权责单位，透过立管、互性产业合法化来监督甲管理，嘛会当带动地方的发展。一人拟定这个条例的业务是属于经济力量发展处负责。不过处长表示，目前伫咧中华，无论是都会区或者是乡村，拢无性产业聚集经济的现象。地方的民意的调查以及地方的社会共识的形成这个部分，历史的背景以及现况里面，就是支撑它，你必须要去设置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动力嘛。个人的理解里面，它并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动力去不许这样的一个新设的专区的一个成立。有的民众认为讲，这会制造新的问题，嘛有人感觉政府是无法度通好管。另外，嘛有人感觉肯定，不过相关的配套都要做好。实际上叫那个要应该管理也是很难啊。我才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去那里啊，然后我去管制，或是我可能就会觉得那种感觉可能会不太一样这样。那个区可能会比较有他们的发展。提案的议员讲，已经有心理准备会去社会批评。若县府是为产业发展的角度去思考甲评估，未来性专区要建所在会是上大的难题。不过透过驻地条例的拟定，会当互大家共同来思考，重视这个问题，甲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中国做电器的企业美的集团创办人何享健，伫咧昨暗发生讲有人撞到因兜甲压掉的，不过伊后生走出去受水过河，去找警察协助。警方表示讲已经有甲受害者救出来了，也有抓到5名嫌犯。哦，姐救出来了。对24点钟，警方总算将歹徒带出大楼押上警车。中国家电制造商美业集团创办人何享健，14暗伫广东自家被踪，互数名的歹徒弄入。伊的后生当时走出厝外，冒险跳入河内，受到对方报警求救。2枪，开了2枪。警方随出动900名警力包围被踪。25早起表示，已经逮捕5名涉案嫌犯。当事人一家平安无事。美业集团官方微博是转发图文，写着事主平安，感谢各界关心。何享健徛家位伫军安国际军人复生活村是顶级的大楼社区，风气进出拢需要签名登记。不过事发当时，社区保全拢唔知安全技术出现空棚。大概是5点钟左右嘛。好多警察是有，当时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到底什么原因、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要登记吧，要核实。如果是区里面的，是会联系业主。作为全球领先的消费电器、暖通空调、机器人及工业自动化系统的科技集团。美业集团创业初期是做塑胶管外生产，1980年代开始进入家电产业。今嘛公司期待超过4000外亿人民币，成为中国电器业的龙头。创办人何享健去年受邀出席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红颁改革先锋的称呼。乡镇企业改组上市的先行者何享健。根据富比士上新的数据，70外岁何享健成为中国第6大好业人，身价超过250亿美金。近年来，真少伫媒体前露面，即摆互人努力出来挟持。经过一枚惊魂平安得救，相关的犯案动机，当地警方表示将进一步的侦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到达也超过800万大家。这款疫情也牵连到一寡政治头人因的政治生涯。其中，伫咧第2个卫福部长去互媒体亚讲，讲伊有暗坎疫情真相，落尾这位部长也是落台啊。巴西是南美洲的第1大国，除了伫咧4年前利用奥运进程，就因为环境卫生问题去互参赛国家来批评。这届疫情上新的确诊人数超过86万7千多，已经超过俄罗斯是全世界第2名，而且以4万3千多人累计死亡比例超过英国，同款嘛是全世界第2名。这个无光彩的双亚军，和卫生部长的职务，短短几个月就换3个。特别落台是财政部长阿尔梅达。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为着应疫情，转来一直增加的车资甲预算的调整，互阿尔梅达感觉真正是足忝的，才会想要离开。
而且除了官员请示，巴西阁传出有地方首长确诊的案例。Depois de 4 resultados negativos, hoje infelizmente testei positivo para a Covid-19 e para o coronavírus. A orientação do meu médico, já que eu não tenho nenhum sintoma, é ficar dentro de casa. 圣保罗是巴西人口上济的大都会区，嘛是这届疫情上严重的地区之一。伫咧市政府准备要部分放令商业活动的时阵，官方预测巴西疫情要到8月份才会达到上悬。当地有部分已经开始甲陆退往生者的危害整理了后集中来客，才会当有新的空地来待这寡因为武汉肺炎死去的人。另外一个大国智利累计确诊嘛超过174000多人，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3300多。毋过，顶一日媒体报消息指出，政府提交予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死亡比例是超过5000人。消息爆出来了后，引起智利国内真侪讨论。卫生部长嘛因为安尼来落台。若是新就任的部长是指出，未来公布相关比例人数，特别是死亡数字的时阵，会甲技术的案例嘛算入去。记者综合报道。欧洲国家因为疫情关系，对3月开始封锁边界高单，今也开始解除内部管制啊。到7月4日时阵，也偷偷要解除边境管制。这寡国家因上界希望的，就是趁着热天，甲观光客找倒转来。希腊圣托里尼是爱琴海上上受欢迎的旅游岛屿之一。白色楼房、真宽海景，也有讲是全世界上水的日头落山。为了确保休热大过观光收入，希腊6月15中开国际航班，将开放包括中国、南韩、澳洲等29国游客入境。总理米佐塔奇斯顶礼拜六亲自前往圣托里尼宣传，讲希腊防疫有成效是上安全的旅游选择。I'm not interested in making Greece the number one destination in Europe. I'm interested in making Greece the safest. 为了让旅客安心，希腊卫生部已经建立紧急网络，伫观光岛屿预留450张的病床，招聘700名的卫生人员，也佮规定酒店员工、甲人客拢需要定期体检，并且预留隔离的大房。每一间饭店也要有1名签约医师。希腊防疫提前准备，高达死亡病例无到200人，也毋过因为国际旅行随着各国封锁边境停止，占希腊 GDP 2成的旅游相关产业受到影响。当地2019年才吸引破纪录的3400多万名游客，也毋过业者表示，今年恐惊只能达到去年1/3。另外一个受到疫情打击的旅游胜地是列入世界7大奇观、有2000多年历史的约旦古城佩特拉。佩特拉位于首都安麦南方250公里外的山谷，以玫瑰粉色美丽的岩石有名。1985年列入世界遗产，英国到去年迎接破纪录113万游客了后，新冠病毒疫情将旅游业拍入冰点。أوقفت كل النشاط السياحي، أوقفت ا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والجميع أنواع التواصل والتواصل عن طريق السيارات وغيره والقطارات، وأوقفت كل التواصل. 规地山岩雕刻的卡祖尼神殿，稳装伫岩山徛壁下骹的蛇图，影响游客真济。小贩啊，话卖甲游客的嗷噜声，今年拢陷入安静。200位导游甲2500位出租马甲旅载客民众拢无收入。旅馆9成订房也去了了，去年旅游业为约旦趁至53亿美金，今年会当讲完全拢无啊。当局答应全力挽救，包括推动国内旅游。也毋过业者讲，情势非常严重，就算是边境重开，妇女的退休族甲西方游客也被紧紧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菲律宾有一位真出名的记者，号做玛利亚瑞莎，去互新闻当事人控告网络诽谤罪。这则案件，马尼拉法院15判决罪名成立，上久要关6档。不过，人权观察团体以及着新闻自由团体，拢甲玛利亚瑞莎声援，认为这就是杜特地政府要压迫批评者的手段。菲律宾华裔福亚生意人由于2017年控告新闻网站拉普勒负责人玛利亚瑞莎甲记者雷纳杜小桑多斯不是报道涉及诽谤，而且提出100万美金赔偿的官司。马尼拉法院15做出判决，2个人拢被判无罪，相关将处2年有期徒刑。主审的法官蒙提萨伫判决了后，讲新闻自由袂当摕来当作靠山。小镇高堡的瑞莎伫马尼拉市政厅举行记者会，否定一切指控，讲这一切拢是政治对杀。We're at the precipice. If we fall over, we're no longer a democracy, and in many ways, that could be easier for all of us, right? I've worked under Suharto in Indonesia, Deng Xiaoping in China. The rules are very clear.
this kind of gray area where if you go too far, you'll get slammed. Let's not play the game. Are we a democracy or not? Let us do our jobs. 拉普勒新闻网2012年5月29发布的新闻，将回顾好野人排行榜的第32名李伟利甲谋杀梅毒人口走私连续会。拉普勒的律师指出，报道的内容是政治报告，而且刑法诽谤提告的申诉期限是1年。原告却伫新闻上网5年了后提告，这一点互警方以梅州八地2014年写唔到之警政为由驳斥，甚至也佫关心2012年9月通过的网络犯罪法，讲申诉期上长会当达到12年。瑞萨出生伫菲律宾，70年代移民美国，是国际间知名度上悬的菲国记者，捌担任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菲律宾甲印尼分局的局长。2018年，以无惊当局打压媒体人的身份，获选美国《时代》杂志真相守护者年度风云人物。The larger impact of this ruling is that this sends a message to every journalist in the Philippines, particularly the poor ones in the communities in the provinces, that you better shut up or you're going to be next. If this can happen to Rappler, who is which is funded by a lot of really rich investors, staffed and headed by some of the country's best journalists, this could happen to anybody. 瑞萨甲拉普勒新闻网一向对杜特地政府的反毒战争、亚入主义、贪渎甲违反人权的作为持批评的立场。除了这件诽谤官司，瑞萨也因为拉普勒执行长的身份，另外有7件刑事案件，包括伊接受外国投资基金违反媒体法的指控。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预料到有史以来上届大件毒品原料进口，这寡毒品原料有3500多公斤。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也出席警察节的活动，特别学到警方掠毒有功劳，也搁再强调讲政府会尽力保护当人的安全。海关甲一个一个桶啊搬出来，检警位内底甲白粉摕出来，这是毒咖啡包的原料。刑事局顶日接到证据，有不法分子暗算为境外走私第3级的毒品喵喵的原料，也就是二溴树甲基本冰冻。警方7日追查，5月中伫咧台中港集中查验区查扣货柜走私120桶的毒品原料，有3001公斤重。因为数量真济，还搁爱出动真济卡手来斗搬。另外，警方嘛伫中华查到528公斤的毒品原料，累计拢总有3529公斤。如果铸成喵喵以后分装成毒品咖啡包，可以达到1530万一包来毒害国人。警方表示，这个查到历史上进口上济毒品原料的案件，主动市价70亿的毒品原料流入去市场，也拿毒咖啡包，这几年伫咧学校、甲夜店流行，毒害少年人。根据刑事局的统计，107年收验毒品咖啡包的检体是62000多包，108年日头增加到102000多包。也若分析毒品咖啡包内底含的毒品成分，是以第3级的毒品喵喵占72%是上济。食了后会产生幻觉、血压欠悬、甲喘气困难等等的症状。另外，合作超级摇头丸第2级的毒品 PMMA 嘛有含伫咧内底，食了后甚至会死亡。这个案子的侦破可以说是从上游到下游一举清除毒品的供给网络，不仅是及时阻断了源头，更破获了制造工厂。这也展现出我们有坚定的决心，不会放纵毒品来危害我们的社会。针对这点，总统蔡英文专工选伫咧6月15警察节来表扬模范警察，嘛学到因掠毒有功，而且行政院已经核定4亿8千万的经费，要买武器甲装备等等。蔡总统表示，警察守护咱台湾人的安全，政府嘛应当爱全力保护出勤当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毕业生踏出社会就碰到疫情，不过对6月15开始，劳动部有推出青年就业奖励计划。那准在今年的毕业生有伫咧9月底进前找到头路，而且伫同一间公司做甲真稳定，上悬会当摕到3万块的奖励金。现在找 bug 吗？要安怎写好看的履历？青年这届发展中心伫咧毕业季举办工作坊，替求职者的履历来做检查。今年拄好拄到疫情大流行，真侪实体校园顶在拢取消，该换线顶办理，而且部分企业的人数嘛减真侪，互真侪这届毕业的学生烦恼讲，今年毕业了后要找工课是真学。公司开出的职缺量大概可能只有以往的1/2到1/3而已。像往年统一集团都会有开出很多职缺，像他们今年就没有对外的扩大招才。
劳动部接压，企业伫咧3、4月份所开出来欠人状况，确实无理想。毋过5月份有回温，登去到接近去年同期状况，所以提出青年就业奖励计划，15到29岁当届毕业生伫6月15到9月30之间，找到工课而且稳定食头路，会当去台湾就业通网站登录，上悬会当申请到3万块的奖励金。只要能够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我们就来发给我们的青年朋友就业奖励金，能够拉到6个月的话，我们再加发1万元。你会想去申请？如果是我，应该会，因为我觉得至少一个工作要待满1年才算是真的会学到东西。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额外的 bonus， 应该也不会说是因为奖金所以才想要在9月底之前赶快找工作，应该是说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讲的话，我不希望自己休息太久再去开始工作。另外，伫欠工较劳动的特定制造业甲照顾服务业，确实有求财的需求。劳动部嘛撒好康加强配合，若是青年愿意投入去这2个产业，担任主管、行政职以外的基层服务，嘛有另外上悬108000块的津贴会当领。毋过政策敢会去影响到高龄的劳工。台湾劳工电线认为讲，短期以来无啥可能会发生，毋过也是会当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大专院校当来兴一种活动，号做罗马竞技生死斗。若准是参加的选手是用塑胶杆仔做武器，若准是拍到对方无共款的部位，就无共款的分数。而且这个活动7月也要举办全国赛咯。手摕着保特瓶，校园表格的一场决斗赛正式开始。因为我们关注的反而是。把握机会往前突刺，另外一方卡名闪过以手后撬动的，这就是航空事件的突刺流。这位同学骹步刷天堂，强攻对手的卡夹片，以背气流方式去摕到几分。初赛3分钟。我觉得这样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就大家可以找回就简单的快乐。这就是最近伫各大专院校实行的罗马竞技生死斗，若是好算刺激，随手会当摕的保特瓶就是无减。提分的方式也类似跆拳道，像吸到对手的手后敲摕1分，正面摕2分，高难度的后壁摕3分。都会做好这个战斗姿势，那用这个手来做格挡。那一方面就是隔开对手攻击，然后就是找空档去刺激他的可以得分的部位这样子。这种活动也吹到各校园，以中部各院校来讲，5、6月已经办初赛，7月份即将举行全国赛。像伫中华、建国科大，女学生对战起来也无手软，也伫头盔甲护目镜，校校也真赞成。有校校为了学生安全，也定安全规范，并且将活动立管。特别的要求他们在规则就是打4支或者是我们保特瓶的一个CC数部分能够做一个管制。有一个主办单位，然后来负责这个部分的话，学校这边基本上会有场地的提供。其中中华建国科大除了要求校区也替学生确保，避免意外伤害。其他校园表示，只要无违反伦理也是法律，拢会尊重学生的活动权益，也考虑甲其他活动合办的可能性。也伫疫情期间，成为大学生上时间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学的问题，教育部也头一摆伫咧检视公私立大学合并的可行性。未来若准备推行，就可能就爱修法，而且有校产的问题。就私校的校长建议讲，会当参考亲密科大案例，先由教育部接手，再由私立专做公立的，再来进行学校的整合。这5年来，私立大专院校倒店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台湾敢有可能放任限制，开放公校甲私校合并？教育部头一届正式研议公校私校合并的可行性。教育部根据以下2个考量，评估它的一个可行性。首先是它要能够提高高教的一个竞争力。第二个可能是考量到维持偏乡的教育的能量。公立大学爱听教育部的，也若私立大学是由私校的董事会来管理，除了修法，也佫有校产、校名、甲地理的主导性，也佫有竞争力等等的难题爱面对。要安怎说服私校甲公校会当合并？有学者针对校产的部分，建议教育部会当保留春秋的空间，而且参考民法甲商法的资产分割，批准私校的董事会，保留私校的附属机构，亲像病院、长照中心，会当加做转型了后营运使用。也若教育方面，校舍等等的资产会当管出去，或者是互公立学校办学。其实以目前来说，财产法人他也可以做资产分割所以其实我觉得法令的问题不是那么大，而是最重要的是说，私校董事会有没有这个意愿，他愿不愿意做分割。不过嘛有校长建议讲，私校若是经营袂落去，会当依私校法
先由教育部来接管，转做公校了后，再搁做公校甲公校的合并，安尼相对来讲也较简单。几十年前，台中的勤益技术学院、勤益科大，它呢就直接捐赠给政府，经由教育部把这个私立大学接收之后，它转公完了以后变成公共病的公私病。外头看这10年，公立大学已经有6个成功的合并案，亲像是花莲教育大学并入去东华大学、台中技术学院甲台中护专并做台中科大、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甲体院合并做台北市立大学、滨科大甲滨东商业技术学院合并做滨东大学、新德教育大学并入去清华大学。也若伫咧高雄，嘛有3间科大合并做1间学校。教育部表示，未来公私校合并会倾向由公校来主导，不过安尼嘛有可能致使私校的意愿降低，所以会鼓励讲先合作再搁合并，有共识了后再搁进行整并。记者综合报道。护树仔的团体在今日去到中油的高雄中山路园区抗议，是因为中油甲中山路规排，大约有50外丛，拢总差不多15公尺悬的树仔，破甲只剩3米悬尔尔。不过中油却驳回讲，因为之前有树仔倒落来会去缀着过路人，才甲破仔撞出掉。沿着高雄小港中山路开始，中油厂区这规排乌帮树原本有43楼悬，破甲真旺会当压日，即马全部被断头，破甲一寸3米悬的树干。护树团体忍不住要找中油管理人员理论。每一棵树不管健康不健康、安全不安全，全部都从15米断到3米，所以这样的做法对树的伤害很大，对整个植树造林的成果，等于是一个全盘性的否定。整个主干大概都已经10公尺以上了，所以大概我们也担心说，整个如果是在连日豪雨，中山市路那边去做一个倾斜或甚至倒塌，伤害到路人行车。原来今年6月初，中油位于中山路园区这一带发生路树倒去，有3名骑机车的人去互树仔地着伤。今嘛风台几节搁要到啊，中油为了避免事件搁发生，将瓦路的50几丛乌帮树全部断头。真正处理方式是每年定期对树木做健康检查跟风险评估。这一次整个那个砍树事件，大概我们也是做一个检讨，来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这一部分大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护树团体表示，中油逐年半间会种树，搁乱扑树，将会当净化空气的绿树扑成断头小树，树仔脆弱搁较会倒去，头尾颠倒了，无专业全盘考量，实在互人心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雾峰林家花园的草厝，是当时雾峰林家的起家厝。经过9日一地动，已经倒去的草厝要修复变甲真困难。不过，2017年启动修复计划了后，透过旧相片翻修，在今年4月底总算是完工啊。公猫厅看起来真有伴，顶头砍园仔草，呈现原本的模样。台中雾峰林家的草厝是雾峰林家后代的起家厝，经过3年外的修复。总算恢复原本的模样。搬过来这边就以张公圳赵屋圳这个部分，这边这个就是顶厝，草厝就是我们下厝的起家厝。因为这间是雾峰林家搬出去的起家厝，嘛是下厝住落内底头一栋建筑。除了厝顶砍园仔草来呈现，护梁的结构嘛真完整。雾峰林家的后代指出，为建筑工法来看，保留当初建造的花拱，甲厝顶的园仔草来记录起家的辛苦。因为我们的上面。正厅上面都是茅草，那茅草的话，就是每一年祭祖的时候，这些子孙都会回来帮忙换草，整理一下这个环境。若修复上困难的，要是伫咧文书的考察，整体的建筑伫咧9日一地动损害了后，保存的资料是真有限。修复的团队先以现场剩的建筑的寸尺来做推算的基础，根据旧相片甲用画图的来推算建筑的宽度甲细节，加上电脑3D 的模拟，比对相片甲演算的成果。把它的那个位置考古出来之后，然后做成展示这样子来使用。对，所以它最大的难处就是资料不齐全啦。目前建筑物的本体拢照挖出来的地基、原本的所在甲原本的模样来重新呈现。若入口的所在，还阁会当看到迄当阵挖出来的地基。文化局指出，未来会规划整体园区的统合营运，呈现林家起家厝的模样，按算年底会对外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森林好宝有一位张先生，因为厝内底人真爱食奶子，伊就利用假日时啊帮种奶子，而且真用心伫咧研究安怎种奶子的方法。张先生也袂看步，分享家己种奶子的秘诀。即阵是奶子大出的季节，有一个住伫森林好宝的农民张永显，因为厝里的人爱食玉荷包，伊专决定家己种。因缘际会啦，也不是特别的，就人家讲说种荔枝蛮不错的，自己也很喜欢吃。别的其他的职业，所以他做这个其实算是额外工作，就是相对比较辛苦。然后加上看现在那么多收成，可是其实平常也要花很多心力去照顾它，全家都要付出很多心力一起帮忙。然后呢，大部分时间都是爸爸一个人处理。张永显唔捌种过奶子，拢靠家己学。过程中拄到真侪病虫害问题，阁有奶子开花煞无结籽。种种的困难，伊也豆豆啊克服。然后这9年之间，就是看着它开花，开很多花，可是花谢了以后就没有果粒，全部都掉光光了，就一直在摸索说为什么开花不结果，然后结果又掉光光。一直种到第9年，总算有好收成。即阵伊也开放民众来果子园体验满奶子的趣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啊！而且玉荷包自己采啊，很特别。然后可以一边采一边吃。因为疼惜厝内的人，张永显专家己种奶子，一个口仔为着奶子共心拍拼，也甲收成分享给附近的民众，互大家食到香甜的奶子，心肝头嘛甜蜜蜜。记者报道。伫咧森林理论有一个做事人画家，伊自细汉就真爱画图，也因为家境的关系，放弃家己的兴趣，真也伫利用暗时啊去社区大学上课。伊的作品也摕到去年森林文化艺术奖的首奖。日头光照入庙埕，信众来庙的诚心参拜。这个画面是真侪森林议论人的生活记忆。当地画家蔡秀玲以西里复兴宫的太平马做主题，画出这幅图。伊也伫咧2019年森林文化艺术奖摕到头奖。觉得是太平马它那个神威显现吧，那个光很像它的磁祥光显现，然后它的神力。甲龟梨啊烫落来，蔡秀玲讲，其实画图并毋是伊的本业，平常时伊拢含因翁伫咧菜园做事。蔡秀玲伫咧做囡仔时，就兴趣画图，高中也有考调美术系。毋过伫咧毕业了后，经济上有真大压力，怎无法度继续创作。即阵伊利用休困时啊，去社区大学学画花，伊也甲伊身躯边的人画出来。这是我们农村的务农都市人没看过的农村的生活。画图进步很快，就会觉得很高兴，自己会很开心，然后晚上会高兴到睡不着觉。伫咧画布顶头一笔一笔，甲做事人的辛苦，也有当地妈祖的信仰文化画出来。蔡秀玲即阵毋若完成做画家的梦想，伊也用色料，互议论人真做是伊创作的主角。记者综合报道。屏东这几年，一寡农民开始转型，开始找出会当代替槟榔的可可鸭。咱也做伙来看台湾生出来可可鸭是安怎成做因在地新经济。巧克力豆是甜蜜甲浪漫铁块象征，啊，毋过互人想袂到，这个产品会甲保守传统的客人有关系。不离高伫咧17年前，屏东县内部的乡民曲明祥家己发明的曲氏咖啡巧克力豆，就是经典的案例之一。嘛，正做伫咧屏东规模化种可可爱头一人，而且啥物品种伊拢捌。倒手刻的，这就是完成种。啊，完成种的皮沙较骨溜，你看卖啊，恁都拍咧，迄种骨的。啊，阮这手刻的这边吼，迄皮沙那刻过一幅一幅，他发掘是在千里岛，这红色的，这嘛是改良过红色的品种。而且佫毋若爱顾品质，也佫有真侪难题，尤其是台湾常常有大水雨、风台，但伊便若经过高滨地区，所有的可可亚树都有可能去互扫倒去，或者是断去，全部都袂当用，一切拢必须要为头开始。就像小孩子一样啊，你把它生下来，你要把它养大。其实除了天然灾害爱克服以外，想要做一块好的巧克力豆，背后还佫有真侪关卡爱突破。除了爱研究适合的口味、修成、发价，
啊，佮有拍打到盐粉和巧克力豆定型的作业。伫咧济济幼路的制作过程当中，要克服技术的困难，才会当找出美感，制作出品质一点仔都袂输予世界各国的巧克力豆。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南非的国家公园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朱姨啦。今仔日咱要来讲拜拜会用到的物件，就是金纸。金纸汉字写作金纸，罗马字写作高音金，纸画纸。金第一条，纸第二条。金纸是纸钱顶面有搭金箔的，主要是用来拜神明的。若纸钱顶面搭金箔是金纸，主要是用来拜好兄弟，也是拜祖先的。另外，嘛有一寡金纸会使烧予祖先，不过爱等祖先过身满3年了后才会动哦。咱拜拜的时，较常用的金纸有几种，像天公金是上高级的金纸，会使烧予玉皇大帝；寿金是用来烧予妈祖、关圣帝君这级的神明，常常用伫神明生的时阵。四方金嘛叫做挂金，是上通用的金纸。福金就是福德正神金。专门用来拜土地公，嘛叫做土地公金。拜拜另外爱准备的是生礼、菜碗甲素果。生礼有分3升甲5升，一般的3升是用大块猪肉做中央，规尾鱼甲规只鸡做双平。猪肉是上主要的生礼，有一句热气仔话讲：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杀家己。讲拜天公一定爱用生礼，所以猪八戒拜天公就是家己杀家己，家己人互相相达的意思。菜碗就是煮好的菜，通常爱用大碗来底，所以叫做菜碗。一般会准备6碗还是12碗。素果嘛有人讲是5果，这数字毋是讲爱用几种果子落去拜。伊是素食果子的意思，不过有一寡果子无适合摕来拜拜哦，像石茄的形生做像佛祖的头，若摕来拜拜吼，对神明不敬，就较无适合。
有一句俗语讲：先顾腹肚，才顾佛祖。意思是咱做人爱先维持家己的生活，饭有食饱，再来想要传什么好料来敬拜神灵。例如金纸、银纸、天公金、寿金、挂金、福金。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杀家己，先顾腹肚，才顾佛祖。熟悉各种金纸的用途，安尼以后大家就知影爱安怎拜啊。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